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疾病管制预防中心附近，车尾是发生枪杀案，这凶手已经死亡啊。不过当场冒一个警察殉职。警方初步是判断讲，这个嫌犯怀疑讲家己破病是因为主新冠疫苗造成的，所以讲才会走去攻击疾病管制中心。 针对车被发生在亚特兰大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（CDC） 附近的枪击案，目前凶手已经死亡，另外造成一位员警受伤。然而，上紧到现场的员警33岁戴维罗斯不幸殉职，伊的看守目前是有心。And today is a very dark day in DeKalb County, as we stand before you during the loss of one of our beloved officers. This evening, there is a wife without a husband. There are 3 children, one unborn without a father. 亚特兰大警方表示，甲嫌犯的家属讲过了后，知影这位嫌犯可能确实得着疾病，或者是认为家己破病，并且认为原因是因为注新冠疫苗，所以锁定 CDC 犯案。It's definitely one that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. Mass shootings. Active shooter scenarios should not become the norm. 案件发生的地点就伫亚特兰大西北部的高级社区、艾伯利大学主校区、艾伯利大学病院甲 CDC 拢伫附近。凶手出动时向 CDC 的4栋建筑物开枪。CDC 的员工表示，真侪栋建筑物的窗仔互枪支拍到。警方接到通报，马上去现场甲嫌犯枪战。这个期间，艾伯利大学紧急发布就地避难的指令，一直到确定现场安全了后才解除。 It's a shame that it happened near the Emory campus because right outside CDC, that's where the place is. So it's considered one of the safest places in Atlanta. 根据警方公布的信息，死亡的凶手是一位白人的男性，伊是单独犯案。犯案主动时身躯顶扎2支手枪，一支是来福枪，一支是散弹枪，并且挂喙暗。另外，代志发生进前，枪手的老爸捌敲电话报警，公司新闻警员向朋友。